有个运动啊。因素呢，但这当下呢，开始就出现感情问题，因分手前因素呢，如果它带来的一些后果的话，你一定要，你是成年人，一定要去负责，对吧？아직 무슨 말이 계시 아자 그네 주디 계시 닥치 아닌데 아주 솔직히 나는 부인내자 범인내자 솔직히 누상하지만 너저 봐줘게 미던 거 말이 이제 그게 동안은 솔직히 구두고 말 받아 미쳐서 어디 약부 총이는 삼제 가로 준 거로 봐 어도 체제 어도 스트레스 근데 상담으로 와 먼저 얘기 쇼케시 나 팁시다 둔둔도 와 먼저 줄이다 미리 상다 찬스기에 당금금네 망고 중요할 때 진짜 망고 실럽게 매봐 얘기 같아요래 아무람이 지게 미질 가고 시원한 쇼업래 디슈겐디 카르 맞다 你说那上单单的时候，那这里的看来是说他们这里说人家的也不是不引起，你说朋友，那说美丽这边朋友的些家的，的前边说看着的，到你们是不用动啊？看来看着这里普通做，俺这俺普里啊，那就的原来的生活多，但看着就去路做人家了吧？这边说美丽想到这开始他尝试给不赢了，啥说呢？你跟南部生这个去路车这边说呢，开始给原来的生活多。인생에 들이 가서 되든 예리 기타 사람을 쇼게 되고로 아주 분당라래 안에 총도하다 사람들 미리 산다다 찬스게 계속 보면 처음 인수는 이제 찬스게 보자 가로 지금 인수는 와대니 마음씨나 시행로 비자리자 다 할라마서네 그래 범디 찬스 먼저 놓고나 범디 미스다 되게 남중네 저는 범다 안제 또냐다 되게 다 징이동 단에 부리대야 안제 갈 미신배 치게미다 배우이나 안에 배드 심도 급지 네你这个有点过了怎么可能普里不恰当个米아직也虚可吧虚了我说有时候要嘛让这些个都吧아직 저거多的是그래서 리스네 왜 지금 러다고 진짜 왜到底好么说俺这김장랑看到有点像那个内地的四川市啊我们的往菜个从哪些都哪来的就是呢要不得我这啥我这边那我情况下写字不用来学是真的是哦我也是写个字俺们老大或者这啥哦不是对但是桃子味的热了我觉得你应该是女孩子对不对写个字没写上写个字不写上也不好意思写个字其实挺多但管俺旁边的该这些年对于但不的该的也不认识是吧你拉上来吗这个字我这个家暴就是但年前的人下年前的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我同意女生的观点不是因为她是女生啊我就同意这个观点肯定是呢家暴一般是我不负责朋友呢朋友忙起来因为朋友今年全部大家听啥朋友来家暴起个多的是啊嘛这真的几千的了来去做个现象的了对朋友家暴起来的然后朋友不是家暴起来是概率问题我们说的是现象问题这看了是说呢，这军人嘛，人家说我呢，前面说呢，紧张，俺这看他们的写个了吧？对，但是对啊，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需要是人家看着同面的，人家整个你对社会的理解，因为他那都开始然后美国人呢，朋友不同呀，朋友不归啊，就通过语了，因为人家没记住或者朋友不归啊，因为人家第三个灯嘛吧，当年通过的大概是几年的生活了吧，这大下的人家真的记住的那了，朋友归啊的忙啊的来台湾讲的，这朋友那么对不起，我这掉的没些，朋友不归啊，但有的用的。昨天看了过来是说，他写个字他把多呢，从小都不知道是啥因素呢。他这里开始做的김장랑了，普起了呀，等于啥个多了吧的。做个김장给他，按照把它新不可以因素，但那么两不是啥因素呢？跟着做的听朋友讲来了吧？对。瞧这个嘛起了呀，但按照对吧？瞧个你是讲这个的，是当时的，这写个字那种东西那样的。아직 지금 저거 멍청이도 그래서 아니야 저거가 근데 사주저디 아직 시유와 삼미디 주저다 gem십쇼스 아직 시유 아직 팔링이 아직 시마다 저거 실례보다 아직 시유는 통일되다 아직 시유 아직 예비딩에 컬리 큐노 고르니 임돌로스 미저다 한국산 로 이런 아저씨라서 아저씨 아직 예비딩 그래서 카고르니 임돌로스 한국산 스튜디오 경성원에 축구원데도对吧？俺这全是谁嘛？但以前呢，看来是说呢，我嘞朋友的几个家庭，俺这路上几个的，现在看来是说呢，那边国家同志有对阵的，这是吧？看来是说呢，天上经常了呀，普遍嘛我有对阵的，你那么经常都没那么重要的吧？
다시 레요 시그즈 레요 참도 레요 제가 남신 게 타고 그 미리 산다 그래 모소다 나시 나무이다 넌 차장리야 공시도 아주你看这别的说给特别生度，给读怎么可能是个老婆生？那给读，我的是你我的天是个怎么样？后我的是2个老公子的后头你，要是시그즈 하자 라天说。但因为给他们小跳个呀，我用的也过了吧？俺给谁俺东家那个来考过的，迷你拉起过了吧？ 말이 그러니까 잘못하셨지 김장직이 나와라 디 계시 다 가래서는 남아직래 뭐 인수는 다 부분차 남을린 거로 봐 내면서 직당한테 범지 김장직 나와라 왕지 쇼쇼도 용을 유전 가래서는 계시出国 쇼면은 랑선한 제배 인수 부진이 그 가래서는 就联手在一起可能就对付那个女生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계시 다 부분이了呀 남아직래 뭐 인수는 남을린 거 범지 봐 뒤다 간다 부차마 좀 거로 봐你肯定是，你就算是嫁给了几个人、几个男生，就是肯定你会有一个更喜欢的嘛。差不什么意思呢？俺就他过去，但俺就现在的你真的来要的，你现在那出国学的意思，你就开他不是那要的，那么的不穷我的也差不意思呢。可是你才这些说，快点不钱的呀出国就，按这要的，人家民族不仅你个男的当家，那么的自动这用的。哎呀，嘞。 兄弟说的很对的，那就读书的开始说呢，呀，这不这本不你个才这本因素呢，这当然是那么的农药，今天不查账个入籍那么的，这开始说呢，今天就那本因素，这当然是那么的农药的。西罗呀面说呢，开始首先这样的，呀面说呢，我对吧？俺就创作对吧？那就他们忙不是同样是对抖音的刚开始流行的一阶段的，那面对吧？抖音完了呀，你不加这跟着他们说呢，哎你那评论可就么就够多。那强势给评论呢，评论可就么就提在，那他们的是对在呢，哎普通就统计，哎你的心都能给读，还真好的吧？ 다들 너브레 제제제제제제. 근데 루다 게임도. 치료를 이제 전에 보면 농주를 원래 보면 농주를 이내래 땅안 좋으면 지지조기 다지 이제 남보다 되는你不顾普치료를 제야가 어리라不顾普你动大家搞了吧这个你们承不承认看到这个年期啊清的吧 그래서 디링 안저 디타토 지난데 저거 제가 되죠 위해서는 신조 쿨리아 신배 쿨리아 잡아 먹어래 저거 쿨리아 잡아 먹어래 디디 케이스 출루신에 지금도 저거 쿨리 딕스 마음에 좋은 거你现在中国可能忙没了，什么都有人看来是说呢，大家是这当时呢，中国忙些的内部修错些的，不但我们这当时呢，错啊些的忙没呢，什么都新做亏的，新别亏的，那新别里面说呢，新个的差不多呢，忙些起落了的，那个才好做了吧？对。西边的用么有说呢，你平时给的矛盾的用么了吧？对。不是有一个人要上来说话吗？对啊，那你上来呀！哎，我去噻的，你上来呀！ 你又不连麦，你拉一下他嘛。OK， 但对啊，不会去的，你那么的像我那什么也不着。好了，看不上。俺哪去你的呀？可能你。俺这个倒是蛮个的，俺他这个这是真的没的。公的。哦，我是认可你那个观点的，就是主播你那个观点。咱们。 我那时呢，就是从整体社会上来说，就是现在藏区面临一个男性占据一个主要地位，甚至就是我不能说是历史遗留问题，但社会发展程度的话，咱们西藏就是还是在男权为主的这个时代，无论是从宗教因素还是说经济因素来着，都是这个情况，对吧？还有谁想过呢？然后。 家暴这个问题的话，如果说男的打女的和女的打男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反正两种家暴都是两种家暴都是不对的，这肯定是的。但是，朋友都去写的。我呢，我王不捐就是我人这这么大嘛，多年岁这没吧？不过朋友这忙我说下你儿子了吧？对啊，这两种你推一下我跟我推一下你。 同样的力度是不同的伤害嘛，对吧？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要和睦的，不能搞成对立。我呢，这点不得行。一定就是不要分成用男女性别去叙事，你组成一个家庭一定要用一家人的概念去
解决问题的选过呢。对，但是你来叫我分析写的这种。没确实了掉嘛的，但没确实了对呀，民间都是卡了这些年就往的呀地区玩吧。但你去做个出来拿了眼里对别考完那了没确是点能用法的吧？OK。rolling 是很难的。我讲一下吧，那我也给他们写给的。也给你写的，不给你写的，我拿走，不给你写的要说什么？那也不给他们写给的，俺那是给新闻吧。那这当然呢，也是说呢，俺做你到我这里开的是说呢，偏主给开的是呢，再开的是说呢，偏主开路了。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冲突，就这样看来是说呢，颜色的因素呢，我给大家呢，我的所有口呢，看的写了，做我的写个字把给，我的写个字因为是啥说呢？你写个字了呀，以前呢看的是说呢，颜色说前面呢，你看咱的通不吧？前面说呢，俺们那种做看的是说呢，这当时呢，看咱中央的熟悉要的是。这简别看的是说呢，那你他给我拿到了呀，家暴的看的是说呢，朋友嘛多，普里呀车牛的吧，俺朋友他们多吧，俺做同事那新闻的朋友们经常的看的，那种的他会因素呢，中国现在这种是忙学过了吧？你朋友样的学一下是，其实那朋友他们多不大，朋友不过不啥啥因素呢，的确实是的伤害这个嘛是吧？他的俺做特别喜欢嘛的，不大朋友说过的说过可能天水或者这个嘛是吧？我觉得看他朋友不一样的，朋友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之前吉林那边不是出现那个嘛？好像是出现一个男性保护什么，就官方的一个组织。以前不是全国各地都不是有个妇女保护什么协会啊？是吧？刚好吉林那边刚好出了一个男性什么那个保护这个协会，好像是。这东北对吧？那种的看下，那普一年的、朋友一年的，在家暴的看来是说呢，挪不了吧？对。俺之前呢，这朋友看来是说朋友家暴的，朋友不家暴是，因为是俺做到啊的看来是说呢，不但朋友讲了开国民主，但做的没讲开点这个。他这个现在开下去的啥？可能是几千年或者年了，因为这老人的几千年或者是更久了吧？那都是工作都是嘛些啊，我们不忙些干这些个多啊，不你这里多啊，是那个开个我的，你们前两天铺了，这多大下了吧？这老的。你那好了，你这就多啊，你这就多的。现在那了呀，家暴呢就是他会因素呢，朋友们这个就是。那我还是讲普通话吧，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发生家暴的一个情况的话，女性她自己也是会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她发生一次家暴的话，你一定要去拿法律的一个手段去维权自己嘛？就是很多家庭都不敢，他是说一个家庭的和睦为主那就是所以说出现这种一个情况的话，女性一直是她自己受到了家暴，但是她还是会一直去忍受，所以说我感觉她就是会放纵了一个男性对她的一个家暴。对。所以说这方面女生自己也有一些过错像。对，但是我觉得她这个更多的不是一个主动的过错，她是被受害者的吧？你。马上是当我那前头马上看这个看过嘛的一点，你拍照明年的最修过，你看没来家的有的，然后你看修过一点，然后给干了也没了不起，然后说是搞烂这个了吧？现在。那不就用嘛的？那开始一看是家暴呢，做哪个修过了？因为经验开始前边说呢，当然铺垫看这个刚原来没人呢，只要发生了家暴，就一定你对他有一个警告，对吧？如果说是一个小的那个口语上面的冲突，那还好是吧？你如果说发生一个身体上的冲撞，你自己也要考虑到那个量的那个大不大？对，那了不忙了哟。开始我们经过那家暴前呢，那之前呢，不得很多看个这样的，那这样嘛的，那就这了不得。这样个原因的，看个这样面的你。其实这个东西肯定是很矛盾的。我自己如果说真的是一个施暴者的话，我肯定是想要获得机会嘛。对吧？但是我又希望就是妹妹，您先讲个，就让当屁来给这。我如果说我自己，俺家暴的，但俺长时间没在喊我说啊，俺开始写如果我是一个施暴者，因为啥说呢？从我自身角度的话，我可能刚开始施暴那一阶段啊，然后完成以后，我肯定是有一点后悔是吧？那你肯定是希望获得一个机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的想法来说的话。如果说一旦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去警告他。如果说他的对你的家暴那个程度已经是可以危害到你的一个生命健康状态的话，你肯定要去报警嘛。你打死他之前呢有去说了吧？
透视嘛，透视是呢，我不是说了嘛，有一个警告的一个状态。如果还不听，还对你有一个家暴行为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直接可以去报警了。俺在那没呗，俺说的我那没些也不是机器人甚至程序等着么吧，不是家暴就等于把这件事闹成分手，又或者说离婚，也不是说一定要选择原谅，这不是两种选择题。这挺大可能嘛，这有可能是家庭矛盾甚至情况看嘛就对，俺说一定要就是立足于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甚至些，然后去分析一个男的平时情况的那边呢，就是为什么家暴，这些都是要分析的。然后但是要立足于实际，而不是说刚才没忙不写有一次或者就有50次是更多。这个你一次就 game over 的话，俺就听忙不越呗，那这是有的呢。但是你需要去承担因为一次而去导致你家庭的一个破裂，这并不仅仅是套一个0次跟无数次的公式存在着你要去承担但不大约呢更麻烦。然后就是仅仅就是一个刚结婚状态的话就已经很难搞了嘛，对吧？重组家庭其实是需要很多付出很多努力的存在着都且对的，我们一定是要好好经营存在。然后刚才说的俺说女性第一次面临家暴需要做出的反应存在这些呢咱们上一辈肯定是比我们这一辈相比的话肯定是更能忍下来。对控制受教育程度的就是接受的教育和面临的女性的压迫是不一样的。我那肉的咱们平心而论甚至说给这点吧那样的话你不是要去推翻，就是咱们新一代女性并不是要去推翻上面那一代的。你推翻的话带来的只有破坏。俺做建设我们的新一辈都是接受过教育的，男的要拒绝家暴，女的也要拒绝家暴，更有能力要去反抗家暴。那么老一辈的话我们得帮助他们去反抗，并不是说俺做抨击显能去的咱们